沙茫茫银白世界，冷气团为了增强玉山积雪达到1.5公分，想要看到这个美景，这礼拜高山地区真有机会。全台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，那北部东北部呢，在2000到2500公尺以上的高山呢，就有可能出现下雪的情况。那山顶全台湾拜六礼拜拢会伫这波寒流当中，温度可能降到10度以下，加上华南分河区影响，各式各样的天气会一直维持到后礼拜3。拜六礼拜温度会继续下降，拜六就会使先感受到真寒，各地区的温度会降5度，尤其是中部以北较快的所在，低温有可能降到10度以下。全台普遍的低温呢，可以来到10到12度左右，非常接近寒流，甚至不排除达到寒流这样的冷空气的强度。相关的时间点伫后礼拜暗时到拜一透早，再加上湿冷的天气，体感的温度会阁减少。拜六礼拜想要出门，要是会记得早休雨伞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